后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是这个退辅会主委房世宽，昨日伫法院，和国民党的立委郑天才来破咖啡。房世宽嘛毋是软啊，马上把伊西米就吞落来要来输赢，结果和网友来学讨讲，果然是军人出身，训练有素，当作是真潇洒。房世宽今仔日强调讲，伊做国防部长的时阵，只要若是侮辱到伊的战斗部队，伊一定会来反击。行政院长苏贞昌嘛来挺房世宽，谴责暴力。若到这个立法院备询的苏贞昌，今仔日是第7届，和国民党的立委来杯葛，无法度就台报告。苏贞昌也是骂同款的话，讲这个拿赢霸占主席台是坐领高薪，搁放弃家己的权利。苏贞昌道歉。立法院国民党党团不满政府要开放有莱克多巴胺的美国猪肉进口，甲行政院收编的争议，对甲行政院发言人丁一鸣的人形砍棒，第7摆组织议事和行政院长苏贞昌报告，这经拍破前行政院长江宜桦的记录。行政院发言人士报告这里来了，做梗图攻击在野党，侵犯国会议员的职权。上梁不正下梁歪，违反行政中立。国民党立委霸占主席台不工作，还领高薪。退辅会主委房世宽昨日立法院和国民党立委郑天才破咖啡，以西装水吞来要盖输赢。大家说你昨天动作非常训练有素，很帅气耶。哦，我们是运动员，当国防部长的时候，谁要是对我的战斗部队做出了羞辱，我一定反击。我是就事论事了，他在那边一再的挑衅，说我们原住民劳动合作社欠800万，欠他800万。那所整个法院的判决里面完全没有。郑天才已经甲破了咖啡的退辅会副主委李家凯会室内，苏贞昌挺暴喊：我们可以忍耐，但不受侮辱。我们谴责暴力，包括语言暴力。有关行政院最近有人咧质疑讲，有真个大型会议拢无开。苏贞昌解释讲，因应疫情的需要，治安、食安、防疫二项等等相关会议是改做机动性的、化整为零的专案会议。